花莲高河乡做水灾18个人死亡，县长今仔日替罹难者办头七发挥，不过家属批评县长无用顾镜头尔。年假过了，还有真侪人来救灾，除了替代役以外，也有10外个受精灵来支援，进前英国工区拄好，互后壁来个人会当使用。美国农业部访问台湾，外界又讲有可能来讨论美国牛。另外，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台美争气要对半分，互社会正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30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台北市罗斯福路甲基隆路口呢，拆这圆环了后，即马是改做是正交路口。今仔日是第1个通勤日，市长蒋万安表示，今仔日早起8点左右呢，有去甲视察现场，这车流大概是正顺时。也毋过了后呢，这现场已经回报有开始塞车，甚至搁塞去到桥顶。即马蒋万安讲，后手呢会请市府团队来改善。现场的回报车辆数量又大幅的增加，而且有几个方向是塞车的状况。交通、公务、警察局等相关局处要尽速的因应并且改善，同时也要通知我们的图资做更新。都不熟撞到？对啊，都不熟。对啊，不熟就刚刚看不懂。不小心撞到吗？对，就是谁撞谁？我撞到他。现场还佫发生这骑乌多摆的人呢，因为路草无熟，看无交通的号志，所以甲人小看安尼挨着这事故。台北市政府表示，今仔日在现场呢，有接到民众来反映，讲这福和桥呢落去了后，车流是需要改善，也佫有过路线嘛需要佫揪入去的这寡建议。市政府后手会请相关单位做回来调整。另外来关心的是，这花莲高河乡做大水，各界拢来送爱心。7月因为丹那市洪台受灾的台南七股西寮里呢，当地受120个里民，唔那是无物资，也佮捐50万要来救灾。另外，这日本圣公市的志工团体呢，嘛来发起捐款，11月要专工送去到花莲，来展现新的跨国捐款。今年7月，丹那市洪开台南七股西寮沿海上百户徛家的厝顶，互风势甲密密麻麻，因形容那像灭种共款。灾后陆续有资源入来，帮忙清理修缮，家园豆豆复原，这份温情，七股灾民藏在心肝内。这摆因看到花莲高河乡嘛受到天灾吞噬较真严重，西寮里面自发性募款，短短2天有100几个里民响应。那传2台大车的物资，嘛募50万的善款。这会到加减。花莲的所在比咱遮佫较食的有够济，所以讲，阮拢大部分拢整理好啊嘛，较会迄个自发性来参加这个募款的活动。毋是讲哦，咱刻意去迄个，去人要求无。看见有那只。有啦，安尼嘛好啦，安尼。这人间哦，这个咱会当将这个大的分散出去啦。甲因的心意用做钱，要送入去花莲灾区，唔干那七股西寮乡亲的温暖。伫日本成功市，嘛有志工团队发起花莲灾区的捐款活动，外面会当看到真侪日本人排队要捐钱。因讲当年311大地震，台湾捌帮助过日本，这份情是一世人的感恩。因按算11月会专工来台湾一抓捐这条钱。それは一重に14年前の東日本大震災の記憶が残ってい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あの時台湾からは多大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その感謝の気持ちがまだ残ってた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除了民间自发性，廉市环保局嘛出动山鸟，社会局嘛调度洗身躯的车，形成善意的循环。虽然花莲灾民也搁咧面对中间的挑战，不过这份世界来的温暖，让人感受到台湾人团结做伙面对天灾。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好来看，这花莲高河乡做水灾到今已经是第8天啊，拢总造成18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去。县长市前为今仔日呢是替罹难者来办头7的发挥，也毋过这过程所引起家属的不满，有人是批评县长呢一来就无用咧顾镜头尔。另外，伊嘛真生气，这县府无通知替你。有无圆通教主？哪靠哪念这文，花莲县长市前为拜二伫咧花莲随生命纪念园区替罹难者举办头7发挥。哪里仪式啊？家属都在后面啊！他来到底要干嘛的？
前面摆拍就可以，是不是？不过，雄雄有里南家属真生气，冲出来骂县府。家属表示，花莲县府一阵官员到灵堂了后，无第一时间先关心家属，就家己走去头前念香念经，开始祭拜。受到代志发生的迄天，里南这家属也是真生气，因为伊的妈妈根本唔知爱贴你。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妈，我一开始打电话我叫我打电话给我妈了，然后她说她都不知道啊，她一样过她的生活一样，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结果下午我再打给她的时候，就接到了之后已经全部都是罹难了，她就打那个完全没有她那个资讯了。我才刚办结婚而已啊，现在我要办白事啊。我要怎么办？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崩沙湖灾情拢总造成18人死亡，目前阁有6个人失联。也那罹难者遗体目前先藏伫咧花莲瑞穗生命纪念园区等待火化。除了花莲县政府有办法会以外，伫这灵堂的边仔也设一个关怀站。若是看到情绪较无好、较激动的这家属和民众，因拢会主动来给因关心和安达。有一些就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我们就提供我们的资讯。花莲县府强调，因会陪伴这个家属，后续也会提供罹难家属24点钟的服务，继续追踪关心因的心身状况。记者陈选柯敏哲花莲报道。好，希望这生者心安，亡者会当平安。来关心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呢，目前内底水是存差不多600万吨，也毋过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表示讲，目前应该是无即时的危险。另外，这阳明交大团队呢是公布即届做大水的监测资料，希望互政府当作是未来防灾的参考。为林保署的及时监控画面，会当看到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水量比进前更较高。目前8点关度82公尺，村的水量610万吨。有关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里口举办崩山湖防灾检讨会，卖事件白光现象可能造成二次灾害的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强调，白光现象的问题大大降低，目前无啥会水有风险。不太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危险，因为目前的这个渗流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610万吨的水，那这个水当然包括泥沙哈，可是呢，下一次的台风或者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地震，会不会引发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效应？伫马太安溪桥水头，假设为地动信号测站的阳明交大团队，或者刘维安公布崩山湖溢流的时，监测信号甲崩花大水的相对关系。2点54分的时候，微地动已经产生了预警，那所以从预警走到水流已经接触到想要保全的这个区域，大概有20到30分钟的预警时间。刘维安解释，23下昼2点20分监测到最为开始下水降低，是第一波警戒信号2点54分为地动站的信号回传，显示今日跳动3点12分，系统来看到大水当日经过北华测站3点20分，马太安桥的最为低信号中断，中岛透过多重监测工具等于公布监测溢流的水况。另外，下只有警群烦恼一般河流涨起来干扰救灾。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一般的河川溢淹啊，现在主要是光复堤防目前是冲毁的状况，不然河水是会往市区。刘维安同款事件，水配河床已经封贴管，河道相对较会吸达到，雨量无大也可能造成灾害。未来只要阁有规模无大的崩旱，都可能产生二次崩山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来看即马花莲灾后重建的县长徐正伟是对外来讨一寡同行的机区。另外，立法院国民党团是打算要来提出崩山湖灾后重建条例，也毋过行政院是强调讲，即马丹那市洪台重建特别条例呢，灾区的范围已经包括着花莲啊。关注持续作业，山鸟嘛驶入去建筑物内面的土图，要拼灾后建复原。花莲县长徐正伟预告发文，征求山鸟怪手等4种同型机构进驻灾区来支援，机构协调所嘛向中央来请求支援。跟中央应变中心请求抓斗车20台、倾卸车10台、轻钩车38台，跟工程水车80台。就是那个小怪头啦，从室内清出来了。哦。现在等于说室内的泥浆清出来以后才算完成，室内没有清出来的话，你这个救灾就会被延宕。
马太安区邦山湖一大水东创花莲的江河乡，到30早起死亡的人数是18个人，失联的有6个人，受伤的拢总121个人。台水宣布提供受灾户用水减免的措施，花莲县江河乡的用户减免9月到10月的水钱，台电嘛有减免措施，让民众会当安心来拼家园。另外，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拍算提邦山湖灾后重建条例，帮助灾民来恢复家园。这次马太新堰塞湖不幸事件当中，我们也看到立法院有不分党派的立委都准备提出重建条例，我们诚挚的表达感谢。当然，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版本。救灾的脚步不能停，任何法案的提出，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愿意充分的来讨论。不过，行政院强调现行丹那市风台重建特别条例，灾区范围已经包括花莲县，预算的规模有600亿。若是经费的部分有需求，行政院提出追加特别预算，希望立法院会当支持。嘛认为讲这是上有效率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在花莲刚好一个传出灾情呢，各县市的消防局就随派人去甲支援。高雄特殊大队呢，经过4天的搜救任务了后，即马已经返去到高雄。市长陈其迈除了分加菜金以外，也予特殊人员2天的公假，互因会当好好啊休困。你若拢是土山的国事救灾车，登来到基地，邦山湖1楼的隔工就出发去江河乡救灾的高雄特殊大队，离到技术任务登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来到现场迎接，行礼致意。谢谢大家，谢谢。花莲江河乡受灾严重，各县市消防局接到机关的请求，拢来到灾区搜救。对江河乡中华路有走过到马太安区开船，林警员甲搜救狗行入去巷仔甲徛街内底，唔拿找人，嘛爱救搜救狗。发现 Mina 跌入那个泥潭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吓一跳，因为她就等于同于是我的女儿一样，所以就是心里是非常的担心。是没有一些明显的外伤的。那后续几次的任务也是有持续监控他一些生命真相啊，还有一些肉垫的受伤状况是都还 OK， 所以评估是可以继续执勤的。大水伫灾区留下真侪烂土，唔拿互搜救狗打坑，落落去烂土区，现场也真侪山流的水。搜救人员真无简单，伫2公尺深的烂土找到罹难者，运出来时也真危险。力量很大，所以你光要这样子。要渡过去，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用人力的方式去把前面的水流让它分流，然后把大体放在我们人的后面去保护，然后让它这样子渡河。搜救狗甲红仔里佚佗，尽管搜救环境比去年花莲强烈地震更加困难，45位救援英勇甲5只的搜救狗，伊原伫有限时间内底圆满完成32件找人，也是安迪这任务，祝福灾区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灾后重建的确是真需要卡手，除了内政部派来的替代役以外，嘛有外役减的有10挂的受刑人来救灾。即马到时在连假过了呢，今仔日透早也是有真侪人来支援。进前来过的人有留一寡护鞋甲工具等等，即马细细的都要好，互后壁来的人会当使用。火车到花莲江河了后，真侪早刷跳的志工落车，准备要去灾区斗3工。那时候连假看到很多人都来帮忙，那我们也是尽小小的力量，可以帮助这边的光复乡亲。今天是想来刮土，对，然后我还有另一个护理师，看能帮什么忙。虽然教师节连假结束，30透早也是有真侪志工为各地赶来，想要到协助重建。一个为火车头出来，就会当看到真侪二手的下岗摆甲真整齐。光复火车站的门口，在南边摆满了大量的雨鞋，这些雨鞋其实都是前3天连假的时候志工们穿过的雨鞋。不过因为可以再利用，经过大致的清理清洗之后，许多今天来的志工还是可以再使用，达到资源再利用的目的。直到收假的时阵，真侪志工甲用袂到的下岗留伫灾区，有爱心的人士一箱一箱甲洗好清气，内底嘛消毒，而且甲寸球写好清楚。后需要的志工买单来使用，觉得很棒。那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吗？哦，可以。我其实自己有带，只是我这个有点紧，我想说换一双松一点的会比较好做事。圆锹，因为想说大家都来这边帮忙，然后留给下一位，让下一位就是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善传下去。除了下岗以外，有志工甲刷跳等等的工具留伫遐，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来遮斗3工，把救灾的量能延续落去。虽然市区已经真拍拼咧清理，不过也是有真侪条车路甲学校，也有真侪路沟仔门。
内政部支援超过70个替代役来协助清理，花莲自强外役家嘛带10外个受刑人投入救灾。大家同心协力所清出来堆积在道路的污泥，以及家户清出来的垃圾，要优先能够排除。官府表示，所落来清理的工作，会甲重点放伫咧人家厝清出来的家具、甲落瓜煤，会先甲载互走。所落来巷仔甲车路嘛会看情形来做管制。另外，灾区的落瓜煤内底可能有铁片、甲幼玻璃等等危险的物件，已经发现有民众去刮掉或者是拆掉的情形。组织团队指出，目前已经完成超过500例清理空喙、甲填空喙等等的手术，嘛提醒救灾人员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高雄码头山呢是互人偷倒超过2800吨的废弃物，因为这7个行为人呢，伫期限内拢无动作。今仔早起，环保局来到现场稽查的时阵，其中一个地主呢，才总算载这怪手来到位。也那环保局伊是要求地主伫拜五进前爱提出清运的计划，一个月内若准无清理好势，也是会罚款的。那你说强力的你强力的执行吗？强力的执行在哪里？看到环保局副局长到场来稽查清运状况，码头山人民协会会长已经挡袂掉，大声喷市府效率有够歹。会长讲，顶礼拜公救第部分已经清煞，这礼拜要来看其他2大清运状况。这件代志到底当时会当收煞？其中一位地主也专工载怪手到场，表达愿意配合清运。地主讲，伊嘛是受害者，会尽力协助地方甲市府，甲土地恢复原貌。这个怪手。去破坏我们的纽泽西护栏，把它吊挂起来。吊挂起来之后，然后再用这个怪手去吊挂那个废弃物，然后履带比较高嘛，就这样开进去，去里面丢置废弃物。对。针对地方这期市府无作为，环保局再次强调一切爱照定数行，行为人无处理，就换找地主清。若是地主无清，市府就会代替清运，再搁找相关的人士讨费用。环保局表示，虽然今仔日地主有载怪手来清，不过伫咧也未收到清运计划时，确认废弃物会当得到妥善的处理进程，目前这废弃物也未当载走。搁有规大地的铝渣搁伫内底。我想讲，其实这就是讲，阮为什么对环保局一直这么的痛心呐，那一直在这呼吁，一直希望说赶快，让这块土地尽量的减少再污染了。清理计划除了交代去向之外，也要告诉我们清理的期程。那我们会要求最多只能1个月。环保局要求，这礼拜五进前爱到计划时，1个月内爱完成清运。码头山废弃物有超过2800吨，自年初发现到大已经半年外。会长表示，市府虽帮甲公有地形清好，不过涂骹也是一堆建筑废弃物伫遐，伊毋望拢爱清好好势。记者柯家族柯朝阳、柯永昌报道。台中西屯呢有一个做不动产的家名店的负责人，红逼出对2020年9月到单呢，是用代管厝体、投资假红等等的理由，甲人骗超过20亿。前几日啦，伊对泰国走倒转来，随后警方甲抓到，目前是裁定羁押禁见。这个姓叶的查甫人，就是西屯区一间不动产家宾店的负责人，因为涉嫌吸收资金超过20万亿走出境。27暗，因为泰国飞转来桃园机场，就获警方逮捕，随着送回台中地检署归案。认定叶姓被告涉犯诈欺取财、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等犯罪嫌疑重大，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有逃亡之事实及灭证、勾串共犯证人之余，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姓叶查甫人20早去泰国，26号交防注销，台中地检署也发布通缉，伊家己知影难道法律责任，也伫27回台。28号检方声称羁押禁见核准，被害人指出，姓叶查甫人为2020年9月到这个月初，以利用投资、贷款厝等的会议，讲有动门的利益，和亲戚朋友同时提出资金，有人甚至要去民间贷款借钱，欠大笔的债务。伊伫摕到20亿资金了后，就无消息，目前估计大约有50人受害。他连最后要走的时候还跟我调了50万的现金，那总金额的话现在3300多万。我们的政府单位出来，可以跟银行协商了。我们这些人不是不愿意还款，而是真的无力负担。受害者表示，对于敢会当摕回来资金无抱希望，也计划组成自救会，寻求法律协助。规个吸收资金案，敢是还有其他的共犯，还是有集团涉入？检警也要进一步的追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台南有一个70岁阿桑呢，去因外务员的头路替人来办代志。前一阵仔呢是去到台中收钱，也毋过煞互警察甲抓起来。落尾才知影讲，原来家己是咧做车手，互这诈骗集团甲利用去啊。警员伫大路将这个富人人抓落来，超出相关的小铺甲现金。富人人甲警方讲，家己只是奉请的外务员。你拿完之后拿给谁？我不知道拿给谁。阿姨，知影这是车手的工作？我唔知影迄是车手，伊是讲外务员啊，因咧拢有答应啊。警方详细盘查，发现富人人已经70岁啊。富人人向警方表示，家己因为脚头虎疾病，行路无方便，也毋过因为欠钱生活，透过网络找投资公司外务员的工课，为台南到台中来收钱，并讲家己毋知影是替诈骗集团做车手。台中市北区一处大楼期货前来面交34万元投资款，且高龄70岁之陈姓女车手。陈贤虽辩称不知被诈骗集团利用为车手。检方依法将富人人送办，检方也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诈欺规则文书、加洗钱等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1年2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专家指出，最近几年，诈骗集团为着洗防火墙，出款的车手也渐渐为青少年转变为外籍人士，还是有年岁人。有时候你觉得要帮自己增加一点收入，结果呢到社交媒体上面去看到人家在应征工作，会利用这种知识比较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比较没有受到不知道社会这个变化已经这么快的这个情形的人呢，你就可能会误入这个歧途。犯罪专家指出，年长者担任车手的比例愈来愈悬。一寡诈骗集团都是看准年长者想要食家己找工课的心态，以外部工作也是免经验做包装，吸引唔知影的长辈到底诈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既然有掠到2000人口买卖集团，这姓陈甲姓尤的主嫌呢，伊是做这大客的饭店，拐一寡越南查某来到台湾做性交易。这大客乡民代表张景婷是牵涉做集团的门神，即马已经互人家羁押。也那检方呢也依法来起诉姓陈甲姓尤主嫌等12个人。大批警力攻击饭店，啊！在现场人员佫提工具破门，要将人口黄昏集团全部抓起来。警方破门了后，叫来保全员拍落卖个叮当，因为检警接到证据，依然有人口黄昏集团用收集真好做理由，骗越南籍女子来台湾自由工作。但入境了后，就扣留护照这物件，佮通报失联这方式，强迫这女性伫集团在宜兰做饭店做性交易，就算心理机构也袂当停工。经后续扩大追查，查知这个人口贩运的主嫌是一名陈姓女子。她是透过不孝人力中介招募办理来台工作之越南女子入境后，以胁迫、监控、扣留护照之手段，强迫从事性交易。这案件爆出来是因为有被害越南女性透过面册跨国向朋友求救，佮传出被关的同影相片，检方收到证资料，启动侦办，查到姓陈姓尤主嫌等人经营应召站，佮透过查到的派遣应召记录，佮化解另外一个姓李的主嫌注册应召站，这应召站短5个月就赚800多万。本件提起公诉，并且检察官就主嫌分别具体求刑，有期徒刑9年。检警发动800搜查成8人，用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涉案的12人。另外，这案件也被检方查出，大溪乡民代表张景婷牵涉做姓陈姓尤主嫌的应召站门神，目前已经遭到羁押。检方另行继续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这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以哈战争拍到今呢已经要2冬的时间啦。即马为着要甲47个人质，还有遗体甲救倒转来，还有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是对加沙地区来发动大规模的封锁甲空袭，引起真大的人道危机。也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是提出和平的方案，目前以色列是有同意，就等哈马斯来添头啊。以哈战争要满2年，美国总统川普这时阵推出目标是结束以哈战争的10点计划。而到川普加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开联合记者会，伊表示以色列应同意这项提案，即马就等哈马斯伫72点钟来表态。But
If accepted by Hamas, this proposal calls for the release of all remaining hostages immediately, but in no case more than 72 hours. 川普和平计划包含双方停火、哈马斯释放守护人质甲以色列换犯人，也有以色列的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同时解除武装。川普佮规划组织一个临时国际稳定部队，确保加沙安全。另外，还有国际监督机构和平委员会委任成员之一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he leaders of the Arab world and Israel and everybody involved asked me to do this, so it would be headed by a gentleman known a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甲进前，川普也表示会清空加沙人口，重新将加打造成做海滨度假胜地。这摆川普计划特别讲到，巴勒斯坦人未被迫离开加沙。纳坦雅胡虽然对川普表示支持，不过也讲到，未来以色列继续伫当地威胁，而且暂时未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加沙。But if Hamas rejects your plan, Mr. President, or if they supposedly accept it and then basically do everything to counter it, then Israel will finish the job by itself. 针对川普所讲，将要接近达成的和平协议，美国学者认为，那哈马斯拒绝以色列得到美国全面的支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哈马斯好像是无别的选择。中东媒体半岛电视台是对1点计划细节甲执行提出5大基本，包含3人来治理加沙安怎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角色佫是啥物，以色列撤军的时间，也佫临时国际稳定部队要安怎安排。另外，这份北疆红线对巴勒斯坦建构的讲法也拢无清楚，前提也真济，现讲是无答案。公司新闻洪祖梅评论。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呢，这示威行动已经连续几日天，原因就是10点外钟呢是停电停水，引起民众的怨叹。这警方呢强力来压迫，上无受22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联合国是批评讲，这武力呢是用过磅啊。落尾总统宣布政府解散，希望这示威行动会当豆豆啊转好。大阵的顶部警察向学生一步一步挖紧，写催泪驾驶甲无头枪支，抗议学生举标语等石头，个人伫街头用导火连呐阻挡。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安塔那那利布，下青年学生因为有10多点钟断水断电，伫安塔那那利布大厦4边示威，对顶礼拜四穿高打，今尾是逐工伫首都的街头爆发冲突。Só saya tendência é geração TikTok, geração Tmainin, geração nunum tur saya te tsafela sereu ya di tenya alemara firene nai afatra manoty andra tsuela rehefa ianao zany no mitarika an'ilay grevy de mety malalaka be fa rehefa izahay mpianatra vonona mijoro an-tandratanay 联合国统计已经有至少21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但是马达加斯加的外交部否认数字，强调这是风声也是错误的信息。外媒指出，这届青年示威受到昆阿甲尼泊尔Z世代运动的启发，是马达加斯加的总统拉乔丽娜自2023年连任以来上严重的挑战。16 ans au pouvoir, on lui a donné maintes chances. Il nous fait des promesses différentes. Koa noizany araka ny andininy fa 750 ao amin'ny lalam-panorenana dia nanapa-kevitra ao androany nia ampitsahatra nia prime ministre sy ny gouvernementa amin'ny asany 拉乔丽娜强调，伫新的政府产生进前，现任的部会首长会暂时代替职务处理日常的政务，但是外界质疑，你敢真正会当互民怨转和？马达加斯加这个伫印度洋的岛国，自1960年独立以来，都常常有动乱。2009年，拉乔丽娜就是靠群众运动上台，即马煞因为断水断电，搁再受到挑战，抗议学生呼吁社会袂当搁忍耐，爱站出来争取改变。国际新闻第一人编译。来看普洛伊风台昨是伫越南的中北部来登陆，海影呢受8公尺悬，拢总造成13个人死亡，也佫有46个人受伤。另外，这越南政府呢也甲25万这沿海的居民甲疏开，4个沿海的机场也拢甲关起来。迄阵伫海面扑雷沉的救援人员赶紧去救援，根据了解，有9个人互救起来。风台普洛伊以每点钟117公里的速度，29透早伫越南中北部登陆。
越南气象预报中心表示，到10月7日，北部甲中部省份的降雨量可能有600毫米，雨水位可能会涨9公尺悬。所以，越南政府计划撤离25万的沿海居民，包括岘港的21万人、顺化3.2万人、更替城市豪情1.5万人。另外，包括越南第3大机场的岘港国际机场在内的4个沿海机场，拢已经关起，还有超过200个航班被迫取消，也是已經改降其他所在。Đánh mạnh quá ghe cộ nó banh hết trên rồi, giờ ở đó cũng chịu chết thôi chứ về giờ em cố gắng bơi vào cho bằng được để kêu cứu hộ. 大水甲路拢淹去，佮因为风正透，铁厝的厝顶规个掀起。越南农总动员11.7万个阿兵哥来救灾。根據越南官方媒體報道，一個婚姻人予大水沖去，煞渡水死亡。 Quá khủng khiếp và nói chung là 38 năm trong cuộc đời giờ mới thấy một cái cơn bão nó to và giật mạnh như thế. Cả đêm ngủ là không ngủ được, đùng cả đêm. Cửa kiếc chỉ là sập giật cả đêm nên là cảm nhận của mình thì thấy nó quá ghê gớm, quá sức tưởng tượng. 因為一禮拜來有2個風颱侵襲亞洲，帶來嚴重災害。教宗良14世佇聖伯樂廣場為災民祈禱。 In questi giorni un tifone di eccezionale forza si è abbattuto su diversi territori asiatici, in particolare le Filippine, l'isola di Taiwan, la città di Hong Kong, la regione di Guangdong in Vietnam. Sono vicino alle popolazioni colpite. 根據越南災害管理局的報告，到目前為止，朴洛伊已經造成245棟厝受損，挖賣1400公頃的稻田加其他農作物因為浸水爛去。 今年1月至7月，越南因為天災導100多人死亡，還是失蹤。那是去年9月的摩羯風颱，也有幾600人死亡，佫造成越南33億美金的經濟損失。公司新聞新聞部編譯。 歐洲的花衫安全論壇，咱台灣是頭一屆有外交部長受到邀請去參加。林佳龍是有發表演說，希望台灣甲歐洲會當合作來阻擋中國、羅西亞等等威權的擴展。 外交部長林佳龍最近第2遍訪問歐洲，這回應邀參加第12屆華沙安全論壇，並且發表專題演講。參加歐洲年度的重要安全盛會，林佳龍講，這嘛正拄好是歐洲加台灣做伙阻止威權擴張的關鍵時刻。Taiwan can help amplify Europe's industrial might and remarkable 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 Taiwan, with its prowess in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s, stands ready to serve as a key enabler, helping to amplify the strengths of European leaders. 林佳龍強調，強化全球供應鏈韌性正重要。台灣會當協助歐洲發展半導體加 AI 產業，伊希望歐洲各國家企業會當進一步深化對台灣投資，也點名中國、羅西亞、伊朗加北韓等威權政權已經形成動亂軸心。民主朋友愛做伙建造一條輝煌供應鏈。事先就宣布，你等於說很明顯的波蘭，他不擔心來自於中國的一個抗議。 那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外交的突破。這邊論壇又邀請咱國嘅現役將領、國防部情報室處長謝立生，佇歐洲戰略基礎建設嘅亞洲洞察場次，甲美國特約海軍少將摩戈馬蒂邀請前北約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布里德羅佛等人共台會談是較罕見。軍事的合作或是交流，基本上是屬於比較敏感的一環，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可能是比較新的發展。林佳龍也喺演講時陣講，歐洲也正拄到羅西亞威脅關鍵基礎設施嘅挑戰，這甲台灣所拄到嘅情形正共款，因為中國一直用普設地帶建設、網絡攻擊加軍演，想要破壞民眾對政府嘅信任。記者綜合報導。 來看美國農業部處長林德伯格呢是帶團來到台灣訪問3天，外界又講有可能是針對美國有的部分來討論。另外，咱行政院副院長陳麗君是傳出，閣再去到美國來進行第5屆的關稅協商。也毋過，美國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呢，說講這台美的晶片要來對半分，互社會是正關注。 佇社群平台鋪相片，頂懸寫講佇台灣推廣美國雞肉。
伊是美国农业部贸易甲对外事务处长林德伯杰，29带领要50间美国农企业贸易团来台湾访问3天，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官员。AIT 指出，林德伯杰嘛会甲台湾鸦片产业的头人见面，外界咧又讲可能会针对美国牛肉来讨论。他这一次大阵仗来啊，我很担心的，他们的农产品进来台湾可能零关税，这个对农民的伤害非常大。两国在农业上有很多项目是互补的，其实台湾很多农业项目呢，也有机会到美国去出口。乐见台美双方的农业交流能够在更宽阔的一个基础上呢，去互相进行互利的贸易。虽然民进党团讲真欢喜看到台美农业交流，不过为农业管区内绿营立委陈冠廷，伊是表达忧虑，呼吁政府应该爱甲农民的利益守护掉。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甲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年有风声讲，伊要搁一届去美国做第5轮对点关税讨论，嘛协商有关晶片关税232条款。像是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提出台美晶片一并生产一半的讲法，引起关注。Well, if you have 95%, how am I going to get it to protect you? We need enough production. So the idea that I pitched them was, let's get to 50-50. We're producing half, and you're producing half. That has been the conversation we've had with Taiwan. 经贸办表示，未评论美国的讲法，不过会谨慎来面对。谈判进度嘛，伫咧适当的时阵，甲民众来报告。也若国民党立委批评讲，台积电上先进这条，若去予美国强迫，就爱分割。台湾谈判的机制行会乌有去，政府应该爱坚守底线，无排除要求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双十节咧要到啊，今年这国歌呢是由彰化县大村国小合唱团来领唱。这筹备会主委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今仔日记者会时阵，嘛有先来关心花莲灾区。对于花莲的灾后重建，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助花莲乡亲共度难关，让这个花莲受伤的土地上以及人民带来温暖与帮助之情。我也祈祷上天，天佑台湾，天佑花莲。这筹备委员会呢，今仔日是来公布双十典礼精彩的活动的内容。这新北市警察局呢，骑士警队是会骑马来经过咱的总统府头前，也阁有为台湾摕到青少棒世界冠军的中山国中棒球队。另外，伫个威廉波特棒球比赛摕到冠军的东园国小少棒队呢，这个囡仔拢会坐英雄的车队来接受大家的捧声。另外来关心的是，这花莲光复国中呢是培训真侪棒球选手，也毋过呢，因的球场煞互大水甲酸断去，护员是需要半冬以上的时间。一寡拍球的这技师，即马嘛拢袂使使用啊。教练是会协调要刷去到别位来训练，也毋过交通方面即马嘛拄着问题。田径场冲过来的，大概从200公尺那边冲过来，然后连那个校门的那个石墩也在我们的一垒侧。球场互涂刷涂霾盖起来，向下底清1公尺，才勉强看到红土的场地。就连边仔的牛棚区，也有一只汽车卡伫遐，无法度震动。洗了应该也是没办法使用啊，里面有堆积那个沙土的话，就没办法使用。器材区也是酸断甲真严重，吹断来肉大真少，格拉布也拢无法度使用，发球机也歹去啊，损失上无有50万。不过个人上烦恼的是这件代志。然后我们下个月就要比全国赛的预赛啊，我们已经有一周没有练习了。啊，假如说像是瑞穗或平和，他们都是可以坐火车去的，但是学生怎么来球场或者是来学校，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花莲的光复国中出真侪运动的高人，尤其是棒球真出名，培育出周书杰、周金辉、甲高国辉等等真侪位现任的国手，也是以前的国手。即摆互一场大水霜冻，敢若是场地护员上去爱半年，训练计划全部拢乱去，该面对要搞的全国比赛。不止棒球队的训练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光复国中校内也满是淤泥，正在清理当中，包含家政教室、音乐教室相关设备都严重受损，将来学生上课教学也面临难题。未来若是恢复上课，普通的教室可当使用，不过加上音乐、唱歌各类的艺能课程，因为教学空间真垃圾，上海设备也拢歹去。
学校赶紧调整上课方式，真侪动手做的拢无法度进行。也许在不能实作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其他，可能可以先讲逻辑、讲学理，或是利用影片先给孩子一个概念，那再实际回来操作，这样就是做前后的一些顺序调整。学生的上课用品、老师的教学教材，拢受到大水的霜冻，实在是真凄惨。学校要恢复正常，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有一间医疗诊所呢，是互人指控违反着劳基法。这是护理师呢，因表示讲，入去都互人要求爱签职前训练的同意书，上班15天了后呢，煞通知伊是无通过试用，所以15天的薪水算讲是训练的额尔，无要付予伊。即摆劳动局是表示讲，要咧调查劳资的关系。透早就未少人来看病，门口大的诊疗项目是真多。这是台北市在地服务10年左右的家医科诊所，不过即马煞标出劳资争议。离开的时候，他们却跟我说，因为试用期的关系不入用，所以我这个月做的工作是没能拿到我该有实有的薪水。那我听到其实是蛮受伤的。当事人被小姐指控来工作了后，诊所就要求伊签职前训练同意书，期间拢做护理师专业工作，包含抽血、管理药品等。想不到，伫做15天了后，被小姐却被告知无过试用期，而且因为是职前训练，所以无薪水。他做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已经实际上在提供劳务，而不是单纯的接受训练而已。那这种情形之下，依照劳基法里面的要求，你是实际在提供劳务工作，那诊所本来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就应该提供薪资给他，而不能用职前训练同意书来做规避。双方劳资争议，被小姐透过律师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诉，劳动局伫8月19发起路检，确诊诊所有加班费无付，差不多欠1000左右。另外，针对个犯深受劳动保护薪水状况，也伫9月16号发动路检，不过结果还没出来。诊所这边有很明确的，就是做一个说明。那双方对于劳雇关系的一个说法，确实是说法不一。那所以的话，我们目前还在认定中，并没有去认定说这个是具劳雇关系或是不具劳雇关系。针对被小姐的指控，诊所也未回应，敢若表示院长也咧看病人，不过劳资双方讲法拢无同，敢若希望劳动调查结果能赶紧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这癌症一直拢是咱台湾10大死因的头名。即马政府为着要来落实医疗平权，今年是有来成立癌症新药的基金。根据统计，目前已经给付这11项新药啊，预计是有3000多个家庭会当受惠。癌症一定是国内10大死因头名，真侪民众拢伫性命甲经济中做选择，因为一寡癌症治疗的新药啊是无健保的。若要家己开钱治疗，拢爱开100-200万，嘛因为安尼负担袂起，才会放弃治疗。这个癌症新药基金动资的规定、使用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定里面加了什么？加了这个是属于要到行政院需要透过行政院核准的专项支出，所以它在大的健保的费用里面，可是又跟大家习惯常知道的健保总额其实是不一样的。癌症朋友的心声，政府听到啊，对今年开始正式启动癌症新药基金会。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统计，目前已经收11项癌症新药啊，有个会当有3000多个家庭受惠，会当减轻这个家庭100多万的负担。这6个癌别呢，就是神经纤维瘤、多发性骨髓瘤、非小细胞肺癌、乳癌、大肠直肠癌，还有淋巴瘤这6个癌别。那有11项的药品，透过这个癌症新药基金呢，来给付了。这个新药评估的时候，能够维持永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哦，所以要有一个科学性的评估。所以这个未来 CHAPTA 的这个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它的任务范围大家可以看到哦，基本上它要建立这个适当公正的科学的方法跟指引。为着落实医疗平权，政府成立癌症新药基金会，目前新编50亿行政费用来支应。但基金会和专家拢呼吁，治疗袂使长期，基金爱编满100亿才有够用，而且爱列入去法律保障。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
来看这中华保心的罗厝耶稣圣名堂，这是台湾中部上早起造的天主教堂，今年是建堂150档啊！一礼拜六因会来举办庆祝活动，除了比赛祈祷以外，也阁有真罕的看到的圣体游行。教堂的合唱团把握时间练习，要替10月初4的庆祝活动做准备。中华保心的罗厝耶稣圣名堂今年创立150周年，教堂为年初就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一礼拜六阁有真罕的看的圣体游行。10月初4即个是咱的系列活动的上尾一个活动，就是咱的闭幕式吼。为下早开始吼，就有口咱听过就是弥撒吼，啊弥撒了有一个圣体游行吼，包括咱的主题曲的合唱团。吼，啊，搁咱礼仪人员吼，拢会今日做一块演练。1875年创立的中华保心罗厝天主教堂是中部历史上久长的教堂，也保留侪19世纪的文物。圣堂表示，这个所在毋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嘛和当地发展有真密关系。150年来，伫地方做真济代志。这条罗厝路是咱附近上早的北流路。咱遮有上早的孤儿院，甚至有买足济家私来帮助咱附近的村民，譬如讲家机桶、抽水机等等吼，这拢是咱天主教会爱人的一种表现。今年是天主教25年一届喜年，嘛是罗厝圣堂创立150周年。圣堂就讲有真侪台湾各地，甚至嘛有立陶宛、日本、菲律宾的团体来遮雕成。未来也按算整合教堂古文物、地方文化特产，甲附近的社区资源，要甲罗厝圣堂打造成一个兼顾信仰、历史甲观光外交的综合雕成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个家己竹屐的金西社区呢，早期是用贵竹仔来做纸，后来是因为这自动化的生产，所以互这款手工做纸的这产业全失落去。即马社区呢是来结合行托，也有做纸的体验，希望会当传承这款传统的技艺。从外地来民众去到纸了为主，上界在地做纸的过程较功夫。伫咧家己县竹屐乡3过金西村，村民较早挖沙食沙，利用竹屐发展做纸的产业。社区里村长讲，迄当阵家家户户拢咧做纸，做纸是金西村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本是每一户拢有做纸的，啊若算讲无会做纸的厂，就是挖人的厂，咱50-60户、50-60个纸厂。有诶较竹仔较济，就是一户一个；啊，若较少诶，算挖迄大户诶。为着要延续在地历史甲做纸的技艺，社区利用文化艺的体验活动甲行读，互参加的人除了合适竹仔的运用甲做纸的过程，嘛会当来认识金西社区较早做纸的历史。他是真的拿就是以前这些用竹子做的纤维，让你直接去。体验把它做成纸的感觉，我觉得蛮有趣的。社区里村长表示，较早因生产的纸主要拢是拜拜用的金纸，后来因为变为过机器设备，做纸的产业豆豆仔就安尼来消失。希望透过文化艺的活动，互少年人知影较早做纸的过程，嘛希望透过这段历史，会当替地方各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的本土剧推广协会呢是招30个大人囡仔做伙来练捌歌戏，这现场也搁传歌戏的这个家师。主办单位是希望讲，无论是歌戏也是舞剧，拢会当代代传承落去。专业的身段、骹步、手路，互大卡的大人囡仔看甲心神，出来佮教大家利用马鞭来学歌戏、跑马的各种动作，互来参加的人拢感觉真趣味。阮大汉囡仔，伊之前有参加过其他的迄个歌戏的台语团，啊，伊就是就介意伊的衫，伊讲迄衫甲穿甲足水的，水袖安尼嘿，啊，这个体验互印象足深的。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指出，歌戏是台湾本土发展出来的传统艺术，为着互更加侪人了解歌戏的美美角角，特别办活动，互大家来体验歌戏。哦，伊会当讲出咱台语的水，吼，而且上主要伊是本土发展出来，吼，啊，比如讲即马少年人拢去听歌剧啊，听外口的演唱会啊，啊，毋过像阮细汉的时阵啊，阮就是听歌戏大汉的啊，所以
阮大汉了后，阮嘛想要打这种文化的根，啊个艺术的美水哦，啊来哦传到咱的后一代。活动中，还有小改歌戏内底各种角色家私，安排大家斗阵来搬戏，培养对歌戏的兴趣。对囡仔来甲伊扎根落去吼，安尼对遐来种迄个籽，吼对囡仔安尼，互伊去接受到了，伊对歌戏有一个概念。当期后，伊若大汉了啊，是路边看到庙口的歌戏啦，甚至去剧场，甚至电视也是网络看到歌戏，伊就有亲切感。啊，伊有一个熟悉，有一个亲切感，渐渐伊就可能有机会是爱着伊，甚至变参与，变成一个忠实的观众，也是一个参与者。透过推广活动，主办单位希望将歌戏这项传统艺术传到少年辈，那会当延续台湾本土的戏曲，也当传承母语。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29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